乡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7日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早起花莲有地震，这是花莲的个安乡伫拄则7点52分的时发生规模5个地震，上大震度伫花莲市有4级，也那光复乡的居民嘛拢有收到地震的警报，这是上新的消息。继续关心花莲的灾害，有真侪志工去花莲光复斗3工，也那顶日啊，有人伫遐拼烂土的时，熊温落去，体温竟然有38.7度，也有人伫遐是挂着伤、擦着伤。通园就有一个土土机的业者林老板，伊救灾的时脚也有着伤，也毋过伊拢忍咧，尾也是因为空气感染引起败血症，伫中秋迄天不幸过亡。总统赖清德昨昏有去灵堂念香，嘛感念伊大爱精神。日头遮尔大嘛无得惊，入去灾区来清土门，伫现场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伊。冠秋行的业者林phong心，伫花莲大水灾过灯工，就随在机构去现场斗3工，但煞伫中秋节传出歹消息。他在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就是很不舍光复村的那些人，然后就是直接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去帮忙，很舍不得他这样原去做公益啊，结果最后回来却是这样子。对桃园来的林先生来遮做志工斗3工，因为救灾卡着伤，但伊同款继续留倒来。伫救援的第8天病情恶化，伊家己去看医生，经过转院了后，伊一到病院就昏迷，落尾空喙感染引发败血症，多种器官衰竭过身。脚踢到铁，发炎，他又忍耐在一直做，做到最后自己受不了了。才停下来。包括总统赖清德、桃园市长张善政，真侪政治人物初7拢到灵堂去悼念，中央地方拢送慰问金过去。赖清德嘛代表国家感谢林先生大爱的精神。只是讲志工斗救灾，煞出现第一件死亡案例。目前灾区的现场嘛，犹原不时传出有人受伤的状况。我说我组织员啊，因为打扫家里啊，那个弄到脏的东西了。接获到民众民团通报，有一位疑似热伤害的患者送到我们救护站的时候，发现他的体温38.5度。真正毛志刚是连续救灾3工，秃头的时阵熊软落去，规身躯是拍甲红，红紧急救治。根据医疗站的现场，还有真侪受伤的患者，呼吸道感染也是肠胃炎，甚至真侪拢是红挂着伤，也是物件拄着伤。红肿热痛的范围有扩大。甚至开始发烧的时候呢，要看看是不是伤口的情况是有感染恶化，还是必须回医疗站或是医院去做一个评估。我也特别请这个卫福部还有县府的卫生局共同的去巡回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的地方。来整合我们的医疗的志工，为了让灾区现场医疗量能会当更加有效来整合，卫福部建议11进前到的医疗志工会当升起中央协调所来报道，统一指派到服务地点。接落来12开始要去的医疗志工需要先伫线顶完成登记，官方再搁照需求来派遣。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整合志工，即卖行政院伫光复乡嘛有设服务平台，互民众会当直接来申请补助。内政部就表示，也会主动去灾民的厝里来访查协助申请。中央即卖是认定，包括光复、凤林、万荣，拢是伫灾区的范围内，只要徛家是伫红色警戒的范围，拢会当申请。伊若是无伫范围内，也毋过徛家有饮水、有人住，经过村长认定，也会当申请。伫电信据点外口有一大堆人，灾民拢来到遮排队要申请中央发放的慰助金。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其实8点才开张啦。中央设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初7是正式启用，除了受理灾民申请35万的慰助金，亲像厝水、水电减免再申请，买当100做费用。包括可能旅宿的安排，或者是要复工的贷款，或水电的减免，或是一些租金的减免，还有一些相关农会的救助服务，可以在这里全部完成。虽然这条补助确实有一寡帮助，但受灾户嘛讲，因的损失是唔难安尼尔。另外，中央的发放作业和花莲县政府发现金无同，是改用汇款的。有这35万就会改善了。谢应急不够了，我那整个篱笆什么都冲毁了，门窗啦，或是比较大型的，可能就没办法，35万绝对不太够。我们是要用汇款的，因为我们的金额比较大一点点哈，我们怕大家拿回去会危险啊。
遮侪灾民的证件含假金铺啊，拢伫咧即场大水内面无去。伫申请补助进前，共款嘛是爱甲文件保护齐全，才当核对身份。中央港部出动一间查，帮助受灾户伫厝清领。在3到4天内把它给比对完然后就会让卫福部尽速再确认跟拨款，所有事情会尽量赶在10月12号以前完成。中央热灾灾区的范围是包括有公户地区7个村1837户，含风林镇万影响的一寡邻里，但是相关的受灾标准爱安怎认定，阁是对一寡人是会当来申请的。红色范围内里面的名册都有，那红色范围以外的，它有淹水的事实，有居住的事实。村长签名，我们这个慰助金就会发放。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回应讲，只要居民的徛家是红规伫的红色警戒的范围，住户拢会当来清领。但是若无伫伫警戒范围，毋过有饮水含居住事实，经过村长、村干事认定签名，灾民嘛会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同时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的寒露，东北季风虽然有增强，也毋过冷空气的强度无介强，所以天气也是感觉热热。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高温也阁有31度至34度，伫新竹、苗栗、台中、台南有的所在高温甚至也阁有35度至36度。气象署即马嘛有针对这4个县市，伫今仔日发布高温资讯。苗栗、台南是倒黄色的高温灯号，也若伫新竹甲台中是倒柑仔色的高温灯号。雨水的部分，这方面的水汽有较侪，基隆北海岸、宜兰、恒春不时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台东嘛有13啊雨。那西半部今仔日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过昼了后，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拜五是双十节，阁有3天的连假。气象署表示，对今仔日开始，咱台湾东边的水汽有淡薄的增加，北部和东部受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会开始落雨。那北部的温度嘛小可下降。气象署嘛提醒讲，这几天是满月大流，所以伫沿海甲外岛拢爱细致海水倒急。中秋连假了后，过来就是双十的连假。气象署表示，伫日本南平有一个风台下凉，虽然讲对台湾无啥影响，毋过受风台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变强，拜3到拜4水汽会增加，台北甲东部有可能出现短暂雨，温度也会小可降低。那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会使台湾附近的风场在大环境之下是一个东北风的情形，尤其明后2天的东北风是较为明显的，所以这样子的风向呢，会为我们迎风面的地区带来一些水汽，也会造成一些就是有一点凉的空气来到台湾的北部附近。这个拜五就是双十，气象署嘛讲，拜五开始风台渐渐向日本去，对台湾的影响就会降低。所以拜五的时是多云到好天，受高压影响，也要注意降温，加补充水分。雨量并不大，下雨的时间也是比较偏向短暂的，所以大致上还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偏向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我们在中南部还有其他山区的部分，则是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局部午后雷阵雨发展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降雨的情形并不多，时间也不长。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这段时间是年度大流的期间，台中以北的沿海和离岛的海边啊，水位会较悬。爱注意，有可能有海水倒急，部分地势较低的所在，也有可能会出现淹水。有打算要去海边仔的民众，爱细腻，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伊若天气有较寒了后，流感就开始流行。咱台湾即马流感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一礼拜去医生看的人数是超过15万人次，而且顶礼拜也增加16个死亡的个案。上细汉的敢若5岁，破病10天就过身。另外呢，公费流感预防社10月初1开始注射，目前有去注流感疫苗的人数已经超过106万人。那新冠疫苗嘛有29万人去注，才注一礼拜尔，2个注射的人数拢出现历史新高。
流感疫情进入流行期，顶礼拜门诊急诊人数超过15万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1成3，而且敢若顶礼拜就加出来16例流感重症死亡个案，其中上细汉的是一位5岁查某囡仔，平常时身体健康，无注过流感疫苗，到月中确诊 A 型流感，然后就开始烧甲真厉害，烧甲唔知人，检查发现有严重的脑水肿，月底不幸过身，发病到过身敢若10天。16例的流感重症的死亡个案，好，那年龄是未满10岁到80多岁之间，大部分的话是没有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公费流感疫苗注射的人数超过106万人次，新冠疫苗也有29万人次，两个注射的人数拢创下历史的新高，显示民众防疫的意识提高。不过最近也传出离谱的拍唔到剂量的代志，疾管署指出，捌接到民众卡1922投诉，讲有医疗院所甲一剂拍做半剂，对象是2岁囡仔，检注互家长真烦恼。卫生局会做视情况来做相关的一些裁处啦。这几年大概都是打1剂了，哦，就是流感疫苗大概都是打1剂。这个个案，它可能是某种原因，那就打了半剂，那造成民众的不舒服。另外，疾管署也提醒，肠仔病毒的疫情嘛是需要注意，因为较大有婴仔肠仔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个案是南部一个还未满过婴仔，出事敢若4天就开始发烧，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已经出院。累计今年全台出现17例肠仔病毒重症，其中8例死亡，创下6天来的同期新高。记者陈轩、林秀凯台北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为达台湾总部拍算起伫北树科 T17、T18，验过目前卡关。台北市政府昨昏有和配搭协商，想要改换 T12这块基地来代替，用共同开发的方式协助整合私有地。配搭是表示，因愿意提登去研究看卖。继续看《中国时报》，囡仔时就做演员，演出电影《好小子好小子》的明星颜正国。捌骹步打叉坐过家，伊出国了后改过自新，慢慢做过导演。昨昏传出伊因为气喘癌过身，食到50岁。来看《自由时报》，48岁土陶企业者林老板林凤新，伫花莲灾前第一时间，伊就走去救灾。伊倒骹腿有灼伤，也毋过伊无随处理，造成白血症，伫中小迄年过身。昨昏总统赖清德邀去灵堂致意慰问家属。继续关心中央协调所，即马有整合志工，也有和台水、台电做服务团队入去花莲灾区服务受灾户。另外，为着避免悲剧搁发生，花莲县府当也有规划替离计划，救灾救到一个坎站，做甲差不多的时，就要开始演练。东起区浅起面堤边高高山头，甚至个路边高高一层拢阿未乌。伫马太安溪另外一边红林镇，也未少住户受灾严重，要对外求援。这2日有将近100个志工来协助。甚至未少志工出钱发包东基区来协助。目前统计红林受灾户大经理3户、三平里4户、长桥里13户，总共20户。初期开始也有国军进入，配合县府人员甲志工，比例规划去救灾重要地区。不好意思，问一下你们的店都有人帮你们检查过了吗？查过，现在就是插座那些，插座也是现在都整个会受到。江河地区来水来电状况也搁进一步，中央协调所整合专业志工，各甲台水台电共作服务团队进入灾区机动式服务，各其他志工一号巡。都是插座电源卡住啊，巡到就做一点，有巡到就帮忙一点这样。可以开，但是就没有电灯照。刚刚中午也有人来弄，临时可以按，但是又很快收到。这摆灾情重创江河乡，就惊一摆有共款的灾害。中央车花莲县府赶紧完成撤离计划，其中传递广播系统列为重要撤离专大工具，都要赶紧检查确认。他已经埋在那边，我跟他拿起来，没有这个都埋起来，什么拿起来，然后拿去外面他们不知道就把它丢掉了。不过目前有传理广播平常时有咧用，伫即摆在下当中损毁，煞有传理较少使用甚至放弃。恐惊算去要互系统归废，会加做乡镇县府重要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光复做大水了后，停班停课14天，23乡已经恢复正常上课啊。当地有7间的国中、国小拢已经登去学校上课。因为伫大镇国小内底，因为抑阁有安置灾民，有100多人，所以学校内底即马遐有警察在顾。即马只剩光复上工先用视讯上课，按算后礼拜一13个时就会当登去学校上课。家庭带囡仔一路送到教室门口，话唔甘放话，哪走哪跳真欢喜。花莲光复做大水了第15天，光复乡7间国中小阁正式上课。上课钟声响起，光复地区国中小全面复学。不过大靖国小这边同时还收容100位灾民，目前规划呢一左一右隔开教学区与灾民安置区。大靖国小有108学生囡仔上课，同时收容176个居民，惊互相干扰。花莲县政府调派少年警察队、妇幼警察队等6个警力到场协助。小孩子已经2个礼拜，他们期待回来学校，虽然那县府跟学校这样做实体的安排，我觉得很适切。在学校有老师在的话，不用担心太多。给我们方便住，这里是可以的。可是我们灾民不要吵闹学生小朋友就好了。统计有11个学生囡仔选择视讯上课，学校解说，也是有家长有疑问，也是厝内爱搁变长。好开心哦！好，遇到同学很开心。另外，光复国中虽然教学区已经复原完成，不过包含电竞馆、骹球场、棒球场拢毁损，初步估计至少要1年才会当重建完成，甚至损失会超过1亿。教学区呢都已经恢复完成，那比较边缘的棒球场啊，还有一些土方要去移动，基本上100%会异地训练，只是学校的部分还没有确定。但是光复上港，因为地下室涂刷囤积严重，运动场全毁，水电基础设施爱停止。目前到10月13前维持视讯上课。在前几天呢，就已经开始启动学校这边的一个联系，还有家长这边的联系。那针对孩子的一个上学的一个交通安全呢，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了解。教育局统计，目前国中小甲幼儿园受灾学生人数是315人，也已经重新配发全套的文具课本，希望让学生囡仔的学习状况袂去耽误掉。记者采访报道。针对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遭大水，调野昨昏是伫立法院对下。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在质询行政长窦阳台的时，就质疑中央无协助花莲县政府事前撤离和事后救灾。因为窦阳台是强调，撤离是地方政府爱做的代志。现在已经海啸警报，中央管了海啸警报，难道红色警戒委员就是不管吗？对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疫大水地灾，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大声质询行政院长窦阳台，质疑中央无做好灾前的预防和帮助花莲县政府事前撤离。窦阳台强硬回击，全部中央管的一流进来，主责机关是谁？撤离不撤离，该清楚不清楚？难怪这几天全国的人民跟当地的灾民都觉得地方政府不存在了，也不应该把灾民对你的气发在部长的身上。鲍坤基引用农业部土石流和大规模崩塌洪灾疏散规定，一个点名各部会首长起来问，各对8月中的时间序开始救济，嘛不满救灾进度，各一摆和窦阳台开始相让。所有的部会，政府让人民来救灾，不要再敲桌子，政府人民来敲桌子，非常的难过。我们既然有这样的院长，你不是难过灾民的生命，你是难过你的政治生命了。两个人无人要让大细声是超过1点钟。民进党立委陈培如指出，灾荒会内面有讲到救灾时阵放谣言有相关法则，行政院爱更加坚定来澄清谣言。要拜托行政院要更积极的态度来协助地方的辟谣，因为重建之路非常漫长。如果说在救灾当急之下，还是用这种造谣的方式来满足个人的政治倾向，我觉得我们的司法单位应该要全面主动的侦办，这个是维护工作人员的尊严，重要是维护整个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对鲍坤基表示讲，希望另外提特别条例来因应花莲灾后的复原。窦阳台强调讲，行政院是开放的态度，只要调野有共识，拢会当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网情，馆长陈志涵进行伊在网络直播的时，要呛声讲要甲总统大清德斩首，又引起批评。总统大清德伫昨昏有回应讲，受训的言论对咱国家无好处。也来民众党的主席王国昌，伊是替馆长讲好话，伊讲馆长只是讲话无站实，毋捌做过歹代志。
那这个案件，新北的检方已经在侦办。美国保守派意见领袖塞斯顿访问台湾，专访总统赖清德。针对台海的冲突，赖总统讲，若是台湾方并吞，中国有更较侪气力和美国扯拼，所以希望伫两岸关系会当继续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If he is able to convince Xi Jinping to permanently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President Trump will surely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 台湾处境艰难，赖总统对外强调讲，台湾有决心保护家己的国家，对来说是着望请馆长陈之汉伫直播公开呛声。赖总统伫初七头一届回应讲，这款受训的言论对国家无帮助。把赖清德的狗头斩下来，兄弟啊，爱但友啊！真的，我日也思，夜也思啊。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发表仇恨的言论，甚至诉诸暴力。我从政以来，不贪不取，每天都认真工作。馆长的斩首言论，行政院长窦永泰嘛讲，法律爱提出应该有的制裁。馆长的好朋友黄国昌是出来讲好话，伊讲馆长讲话无赞赞，不过伊无做歹代。我也请求馆长能够记得，当年他被枪击的时候，法律是怎么在保护他的。今天他用这种方式。他也会知道，法律必须对他提出应该有的制裁。那你说这个人，通常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嘴巴很坏，但是你什么时候看过他做什么违法乱纪的坏事？从来没有过了。经政府回应讲，馆长言论已经超过言论自由的范围，刑事局已经主动收集煽动暴力的言论事情，报称检察官指挥侦办，新北检已经收案，签分他日案调查，交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后续会传馆长来做笔录。但之汉伫咧直播的时阵讲，伊会发言叫人切头切尾，嘛正是伫要互约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新闻来关心气候变迁，即嘛是影响全世界。伫印度红茶产地大吉岭，就因为落大水，好做大水崩山，有上无造成24个人死亡。另外，伫西藏境内的政府方对初四开始落暴风雪，有造成1个人死亡，约1000个登山客即嘛掉伫内底。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已经赶紧甲350个人撤离到安全的所在，嘛已经有联络到200游客要开始撤离。大水一直冲其中一个桥墩，互大水冲倒，造成连环道路断气。印度东部山区有名红茶产地大吉岭大水河造成灾害，也有山崩、瓦山壁面体也因为土石流为山坎顶悬冲落来，直接灌入去徛起内底，造成后壁全毁，面体受损严重。印度军方甲救援人员马上去搜救，找找可能被困在土石下开失踪者。啊，不过这场雨为9月一直落到初七，佫增加救灾难度。इसमें हमारा पूरा गांव ये ऊपर का लैंडस्लाइड होके पूरा हमारा 20-21 गांव पूरा चला गया है। अभी इस घर में 7 डेड बॉडी मिला। इस घर में पूरा गेस्ट आदमी आया था, वो सभी गेस्ट आदमी को ये लैंडस्लाइड लेके गया था। 另外，中国11黄金周是爬山进入圣母峰的大会，不过很奇的暴风雪为初七暗时就开始落，造成将近1000人受困伫西藏境内圣母峰东边，海拔差不多4900公尺悬的各处野地。西藏消防人员已经成功引导350人撤离到当地小镇，甲其他200人联络到，就开始撤离。These are probably not climbers that are attempting Everest. There'll be trekkers and people like that. People could die of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up there, AMS. So it is a really serious situation if people get trapped at that altitude. Local yak herders, Tibetans, have gone up with the yaks and the ponies to try and help. I mean,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vehicles up there. There are no snow ploughs. They'll have to wait till the snow melts. So it's all hands to the deck, so to speak. Locals helping out. 领队他们对这个困难估计也是不够，包括一些 Plan B 啊，后备一些计划。确实，正常10月份对于我们南方来说，就是还是30度左右的。那下雪，包括本地人10年的话都没有这么大。原本10月就是爬圣母峰上好时间，海拔爬山专家讲，伫青藏高原即卖有手机信号，伫爬山进前应先了解天气预报。不过因为气候变迁加重，各种无法度预测的天气变化。公司新闻新竹陪朋友。
继续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派国民兵去整顿城市，要阻挡犯罪甲非法的移民。也让这项措施是继续引起争议。芝加哥的伊利诺州初六就正式提出告诉，要求法官爱阻挡川普派国民兵入去。也毋过，伫判决还未出来之前，即马国民兵已经正式入去遐。对空中的画面会当看到，讲国民兵已经伫芝加哥的埃尔伍德美国陆军预备中心啊。自从川普顶礼拜授权700个国民兵进驻了后，芝加哥就爆发大规模的抗议。伊利诺州初六的时嘛，已经向法院提出告诉，要求法官禁止派兵入城。也毋过，川普态度真强硬，讲会依照叛乱法来处理。也若即马国民兵已经正式入去芝加哥，嘛，互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对立，即马是愈舞愈严重。另外，因为不满巴西最高法院甲前总统波索纳罗定罪，川普伫7月份的时，伊嘛有签署行政命令，要对巴西部分的产品扣关税，扣到50%，而且佮制裁真侪巴西的高阶官员。即马巴西要落软，巴西政府表示，因的总统鲁拉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讲电话，讲半点钟。鲁拉嘛希望川普会当唔好甲巴西扣关税。美国甲巴西关系这几个月，因为巴西最高法院对前总统波索纳罗的审判和定罪，那个上街。川普7月宣布对巴西推出相关50%关税，受冲击是巴西牛肉、咖啡甲部分工业产品，为10%基本关税被贴加40%。那巴西其实美国本土市场也受害。根据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数据，8月份美国都市的平均咖啡价销每磅8.872美金，相当代表270块左右，创45年来上悬。美巴两国关系因为一通电话可能出现转机。巴西政府表示，找到巴西总统鲁拉甲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半点钟通话。鲁拉在电话中请求川普取消对巴西40%关税，各解除对巴西官员的制裁。事后，川普在社群平台表示，通话气氛真好。巴西副总统甚至佫讲，上好的气氛比预期要佫较好。Rediscutido, mas foi uma conversa boa, descontraída, proveitosa, longa, foram 30 minutos. Nós estamos muito otimistas aí que vamos avançar para o ganha-ganha, né? O win-win. Now you're considering traveling to Brazil for COP? At some point I would, and he's going to come here. We talked about that. 根据美国政府数据，美国自2024年对巴西有68亿美金的贸易顺差，出口比进口较多。川普对巴西关税是触发巴西对波索纳罗所谓的政治낙夫。鲁拉对美国态度也不正强硬，无愿意点头，佮目可红被美国压霸。Esse país tem lei, esse país tem regra, e esse país tem dono chamado povo brasileiro. Portanto,Dei palpite na sua vida e não na nossa. 同款八个关税立场针锋相对的美国甲加拿大，即马佫加一个新的贸易问题要化解，因为川普宣布11月1日开始，美国要对进口中重型卡车扣15%关税，这对美国盟友加拿大甲墨西哥真做压力，尤其是占美国重型卡车进口72%的墨西哥。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按算在7次访问北京，重型卡车关税也是美加双方会谈的焦点。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向今咱做伙来看世界。厄瓜多有几百个民众抗议，因为因是不满政府要取消柴油补贴，引起包围总统坐车，那亲像佫对总统的车开枪割石头。加在因的总统是平安无代志，那警方是伫现场掠着5个人。继续关心德国西北部的城市多特蒙德附近一个小镇黑尔德克市长，伊伫9月28才拄上任命，也毋过伫今仔日就传出伊伫徛街附近，互人用刀仔拄重伤。德国的总理是严厉谴责这场暴力攻击。继续关心，根据美国国会下党派的调查，虽讲美国和美国的联邦拢想要来限制中国的能力，阻挡因会当去生产先进的运算晶片。也若因为无讲好势，也是互中国有空棒。伫去年有买到大约美金400亿的晶片的制作设备。即马调查报告内底是建议讲，嘛爱
加强协调，而且佫要做出更较大范围的管制，电晶片生产设备的零件嘛应该限制在内。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伫高雄凤山有一间维修店，是去接到一台电池碰起来的平板，讲要来修理，也毋过就还未修理咧，就规个都火烧。业者即嘛是提醒民众讲，若是用3C 的产品，上好是毋通哪充电哪用。若是发现讲，即个产品烧烫烫，而且佫规个碰起来、偏起来有臭味，有可能就是电池出问题啊，就要赶紧送去修理。等咧修理的巨型 iPad 放伫桌顶，熊熊爆炸导火，场面惊险。这是伫高雄凤山一间3C 维修店，原因是电池碰起来冻伤久，互平板烧起来。虽然毋是店头问题，毋过业者也是甲消费者协商做出补偿。因为有一些是放在机车车厢，相对的温度会高，那有可能你在骑车的时候震一直震，它是不是这样挤一直挤？那它来又刚好又到一个室内温度，可能一直剧烈的变换之下。它可能就自己烧起来了。维修业者表示，老化高温拢会互电池碰起来，若佫地着，佫较会导火烧起来。提醒民众若发现电池无正常过热，外壳离开或者是有怪味，爱赶紧送修。手机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闻到有一点类似化学的味道飘出来。这个部分就是属于电池已经在损坏的过程。若出现耗损碰起来有安全记录，维修店头要听的时阵，当时有导火风险，因为你电池导火意外常常听到，部分民众也开始特别注意使用安全。就要睡觉之前就把它拔起来。隔天没电再拿回去插就好。不要放在那种太阳底下之类的，太热。除了唔通规暗充电，或者是放伫高温淡湿环境，也有人换那充电，换那使用。3C业者指出这是歹习惯，因为手机啊同时充电佮放电，会增加电池耗损的几率。另外，电池比10%较低才充电，充饱就废掉，用起才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市顶有一个查甫人，伊伫去年6月份的时去宝山乡地质店 F20厂区外口，要偷捡高压电缆摕去卖，所以引起电箱爆炸。这查甫人嘛有重伤昏去，当场互抓到。法院即马甲伊判刑5个月。另外，伫南投的日月潭第21线嘛有路顶的电缆互偷捡，乡公所即马已经咧受理，警方嘛赶紧要掠贼啦。在指定伫新竹宝山的 F20厂区要咧施工当中，去年6月，一个姓武的查甫人到遮，想要偷电线卖，想要到无成功，佮当场引起爆炸被掠。再现新竹地县审理终结，姓武的查甫人被依照炸凶器毁坏安全设备窃盗未遂罪，判刑5个月，应一科罚金15万。该电箱平时是上锁的，也不可能无故的触电。那被告在触电之后，还在负伤的情况之下进行驾车离开，而认定他是行窃者，况且现场还没有其他的人。伫南投县溪地乡第21线通向日月潭方向，最近民众发现，伫55公里的所在有将近2公里的车路，暗时路顶全部拢未倒，经过者是暗飕飕。不少民众最近夜间行经台21线55公里处往日月潭方向呢，发现都漆黑一片原来是电缆线被偷剪了。而公所赶紧启动修复之后呢，也把新修的部分漆成了黄色，以供识别。那边的光线都不明亮，晚上开车那边大家的行驶速度又快。溪地市区甲大安川路段附近客家无济，暗过一暝了后，也是未少车进出日月潭风景区，因为道路弯曲加上无路顶，车速拢毋敢伤过紧。乡公所表示，被破坏电线差不多600公尺，9月底开始请厂商分段来修好。铁管包括电线拢捡游走去。这次公所又用家己的这个自备款将近51万外的这个工程款来拜托到咱的厂商，甲咱维修维护路顶修理工程按算10月底前能完成。乡公所未来除了加强巡检，也将新修的管线拆线险的缩水，杜绝互人偷去卖。警方目前已经调监视器，佮清查伫安进口甲资源回收厂，专着追查这个贼偷。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捷运地震前有因为优先性的事件引起伫客两个人未拄好的纠纷，那一个少年人是村卡，甲一个负责人站。这个乘客伊即马表示，伊已经去台北捷运的警察队做笔录，针对引起社会争议，大家讨论这件代志，伊嘛有公开回事的。 自身的想法就是，我并没有说要把他踹出内伤，我只是希望他能远离我，不要再靠近我，并且告诉他，就是我警告他，我就是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为着珠宝这出卡攻占台北捷运优先式纠纷的主角25岁查某人出来讲经过，伊强调讲翕的人毋是伊的朋友，也譬有真侪无翕到的所在，伊家己无要教育啥是替啥来发声。挑战就是所谓的老人或者是厌老，我觉得都是没有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网络上比较误会我的地方。 伊完全无想讲要主动来惹纷争，嘛无想要变作关注的焦点。查甫人初六伫 IG 的限动表示讲，已经到捷运警察局去完成笔录，而且为着惊动社会的关注，甲大家来回信的。捷运警察局讲，所有搜证的内容会移交予管区的台东分局，再照社会法来裁处。另外，8月9月初一开始，破坏做改作优先式，9月捷运警察处理的优先式的纠纷拢总3件。 初7下晡，毋是尖峰时间，观察邦南线对南港展览馆站到市府站，优先式差不多拢无人坐，人较侪的时阵，去坐是以看起来较侪回民众为主。真的很累的话，可能还是会做，对。那如果说真的有比我更需要的人的话，再让给他。我坐一般的，我不坐优先式。都坐一般。对对对。那我免得麻烦。让不让就是自由行政啊，也没有必要因为没让就被 抓出来骂。消基会交通委员李克聪指出讲，对破坏做改作优先式，新增加其他有实际需要的人会当坐，真侪民众可能认为讲有需要就会当去坐，所以颠倒唔知影讲让予有需要的人，这是设置的基本精神。那高龄者如果看到有人做的话，他也很难分辨他是不是有需要的人，就会产生一些争端。李克聪认为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全部为拢当作是优先式，就算无标示，看到比你更较需要坐 的人拢爱有样的概念，伊认为讲这嘛是即马真需要去推广和建立的公共运输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受台美关税影响，目前咱国内有8000外的劳工减班休困。劳动部最近就推出劳工再充电计划，是鼓励企业伫这段无息头的时间替员工办教育训练。目前已经有86间企业500外的员工500外的劳工参加。 受美国关税冲击影响，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全台拢总有398间的厂商，8000多名员工实施减班休困，其中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就310间，占通报人数的9成。在咧这段减班休困的期间，劳动部也推出来劳工搁再充电计划，目前已经有86间的企业500外的劳工参加。减班期间，劳工去上课也会当请训练津贴，每点钟190块。为着要鼓励搁较侪人参加， 劳动部也放零规定，对每个人开班办0到1个人也会当开课。因为我们之前限制5个人才能办训嘛，有一些企业跟我们反映说，他们有一些是轮班啊，没有办法说，同时5个人在一起受训，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放宽这个限制。 劳动部强调，企业无订单爱劳工减班休困的期间，若是有办充电计划，教育训练的钱也会当向政府申请，上悬补助350万。因应美国关税对台湾劳工的影响，除了劳工再充电计划、劳工就业通计划、甲雇佣安定措施，其中雇佣安定措施受到减班休困的影响，符合条件的劳工，每人每个月上悬会当领12100块的补贴，但是劳团认为钱伤少。 有的劳工伊本来就是领最低工资，咱即马雇佣安定措施的减班休息，嘛规定讲你上加就是爱领这最低工资，所以原本就是领最低工资的这群的这劳工，伊可能就无搁有这减班休息相关的这空间。劳动部回应相关的政策，拢是希望帮助劳工伫咧减班的期间有稳定的收入，也趁机会提升专业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协助国内企业提升人力资源，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镜头来屏东爆出乌心猪肠仔的事件，有180公斤是卖去屏东的河城市啊，而且打头拢已经卖了啊。这几讲市场的打商惊烦恼讲去影响生意，甲有一寡用到猪肠仔的店头，即马做生意的时拢有提出来源证明，希望消费者会当安心。市政署公布的资料，屏东河城市一位县区的店头卖出大约180公斤用滚药水漂买的猪肠。代志发生了后，民众心惊惊。河城市内无论是来提货的店头，也是市场内底的摊，只好家己准备来源证明。若是互人客安心，嘛是准备卫生局的检查。我们是跟餐厅做交易买卖、做采购啊。那你一定要有证明来源出处，我们证明说我们交付的食材是合法合格，对嘛？来源头嘛。餐厅贴出来之后，他们要溯源，卫生局要去溯源，才能找到。河城市的店头真无奈，这名社区的猪肠拢是卖一般民众较济，因单也无甲伊提货。不过新闻一出来，敢若村边乡市合作的店头，因为搁爱做生意，才有交关，也无一般民众拢无啥敢买。卤味啊，那个热炒店啊，或是菜饭呐，看是要炒还要油啊。对啊。本局呼吁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并遵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以维护消费者饮食卫生安全。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几天已经针对市场、餐厅扩大检查，目前统计查验45间，拢有符合规定，会阁继续加强抽验。卫生局提醒民众买物件时，食品的色水若含原底差伤济，就爱提高警觉，减少去买到违规食品的机会。若感觉怪怪，嘛会使使用滚水加滚几摆。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高雄美浓大峡谷小连续出现农地洪偷污的代志。高雄市长陈其迈昨昏伫议会做施政报告的时，伊就表示，拍算要来修正管理住地条例，增加 GPS 的追踪，嘛拍算要设公办公营的图书厂。抑阁有议员即马是积极讲，高雄目前较欠缺的是再利用的机制，公办的图书厂毋通为着赶紧要做就凊彩做。新三大奇景哪三大？大树光电鬼剃头。因为高雄小连续发生几落件农地偷过、偷盗废土的代志，有议员提出来批评市长陈其迈，讲这是市府失职，无尽到监督管理的责任，而且无一个完善的土方再利用机制，才互咱的土地成做一款模样。议员表示，高雄拢总有12间合法的土猪场，不过有在调处理废土的干那2间，无论是规模还是处理量，拢无够应付需求。高雄市目前的填埋空间剩余39万立方公尺，所以就等于说到2029年核准下来的量，我们只有1/5能够处理。因为有当时啊，不为耕种的土地吼，伊嘛需要一寡迄个较好的土啊，地下室土毋是拢歹呢。议员即期工地挖起来建筑废土，无所在通去通可处理，落尾就演变做乱盗偷盗的现象。陈其迈表示，中基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再去屯海造地，不过这部分尚无爱阁等2年。目前会先协调台糖设3大公办公营的土猪场来应急，同时嘛爱甲土方管理处理条例重新修订较严，标准定较清楚咧。对源头的管理监督开始做起，才会当避免违法情形。这地会当囥，地袂当囥。过去咱高雄市这个定无清楚，全台湾定清楚的管区无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自治条例的修法里面把它讲清楚。除了土石处理的细节规定以外，陈其迈强调，修法了后会增加 GPS 的处罚规定，所有车拢爱到 GPS 对源头到掩埋场拢会当即时追踪，只要有违规载棍，就会当即时发现处理。记者柯嘉如顾朝阳高雄场报道。拜五双十节，今年双十宴会头届办伫南投。南投县政府有规划汽机车的停车场，即马嘛伫南投草屯民间有安排6个交通车的接送站，迄天坐交通车拢免钱。国庆宴会初10暗8点开始放，会伫南投市马路溪边。南投县府提出交通管制计划，伫主会场周边的道路，10月初10中到12点会开始交通管制。即马市区已经挂出各种禁止进入的管制看板。南投县府讲，东港、国三、南投交流道嘛会封起来，会场周边东到东明路、北到中华路、南到周树路、玉路路、红米路袂当行。
环乐路就是咱的迄个高速公路桥下吼，有一个观赏点吼，在会展中心吼的后边有一个吼灯会时吼，咱有迄个花海区吼，迄嘛是一个观赏点吼。啊，过来的北边吼，即咱的迄个中澳路之前嘛有一个观赏点，总共有4个观赏点啦吼。这个部分拢是高滩地内底吼。因为管制范围宽，南投县府建议外地民众坐免费的接送车，真侪所在拢有接送站，也若塞车民众嘛建议停较远的，坐接送车到会场周边，才行入去观赏区。总共有6条路线，让外地的游客来停车，然后再搭乘我们的接驳车到会场。那另外在地的民众建议可以骑机车到我们的主持路到这个观赏区华阳路，到时候我们也会有封路做这个机车停放。南投县政府表示，国庆宴会全长40分钟，分做12个主题，也首创7彩水幕宴会，大约会放43885粒，总数是最近10年来上济。南投县府也规划市集、庆祝乐园、舞台，希望吸引人丁去南投观光。记者邢欣怡南投报道。镜头来云林轮杯客家庄伫中秋暝，拢有一个传统，就是民众会当做野火把去洗砖头，代表要保护家园。这一项活动即摆经登陆做云林的民俗，嘛希望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会当传落去。村民手举家己做的火把，对温庄的队伍咧行。过去云林农村，现在因为族群未合，开垦土地、抢水源，或者是预防贼仔、强盗的侵扰，村民拢会举火把巡视，保护家园。不过，这款的风俗目前敢若剩轮杯水便头，总显示伫每一年中秋暝也有咧办。感谢庄的人拢会当说讲认同这个文化大家参与才有是县府会肯定才有法度通过这个不良文化资产。人工就是讲爱较热心来参与这个活动。云林县府文管处表示，中秋暝这个活动是为民国45年开始，伫个西里、二轮啊、轮杯农村的聚落，逐年拢会办。村民举火把对新民夜巡示警。不过目前敢若剩轮杯水便头总显示，还阁保留这个传统。今年1月份，县府正式公告订入做云林县的民俗。上届原始的这个地方的村庄的防卫转化到即马这个宗教的意义，我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特殊的一个民俗活动，所以会当定落做咱云林县无形的民俗文化资产。文管处这边协助我们这个委员会，我们的这个重县市的事情保存它的相关后续包含出版，还有整个如何在活动上面的推广。文管处表示，轮杯照安客庄迎暗景这个民俗是由庙方的保存者家己主办，无论是家己做火把、村民更新桥底咧设景等等，拢保留传统的形式甲模样。透过初6中秋暝受证的仪式，希望这项地方传统的民俗，未来会有更较侪人来参与甲传承。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家己溪口的美南村甲美北村，较早呢，居民拢是有练武术，有咧人师。也毋过即马人口老化，所以传统的柑仔西镇传承嘛拄着问题。所以即马有地方的创生协会伫地方成立青年培训团，招在地的少年囡仔要来保留这项100年的传统。在整个少年囡仔下课吃饱了后，就要来开始做西镇的训练。因是家己县溪口乡最后一团的柑仔西团，为了要来保存这个地方的基地，在地地方创新协会成立培训团，专门教少年囡仔来学。我是会希望可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因为就是毕竟我们村落还是需要一个凝结的力量。头开始我捌带囡仔去庙雕鱼啊、老尾啊看，真个会长老看，因看看他们有说过一句话。这囡仔听我讲6岁50班，可以延续个50年。柑仔西是以前溪口轮尾的农民，因的时阵练的西镇，这当中阁有结合传统的武术，在地地方创新协会为7年前就开始投入柑仔西镇的训练，找人来教西镇的功夫，希望延续地方的传统。即马大家庄头内底囡仔少啦，人啊少，人口流失，所以无像以早遐侪人伫内底，要保留落来，真正是爱讲内底咱庄内才会偷人啦。因爱足认真去考的，一遍我拢练1-2点钟免了，互因安尼辛苦来练，互因有一个表演的舞台，透过这个舞台，互因有一种成就感，佮建立起对咱对这个民俗技艺的传承有自信。
协会理事长表示，溪口17个村，只剩因阁有咧练习驶电。目前除了在庄的囡仔有咧练习以外，嘛阁有别庄的人来学，希望透过驶电的培训，能够保存在地技艺，嘛，互少年囡仔来认捌故乡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高雄的电影馆是结合今年高雄电影节，找5位高雄在地画师来呈现较早手工画电影看板的功夫，佮举办特展，要互大家看到演过的老高雄，甲电影看板的黄金年代。对拍底上色到最后时仔甲以早手画电影看板的灯丝彰显伫大家眼前。高雄电影馆结合今年的电影节举办年度特展，那找来8位高雄在地手画看板艺术翕纪录片，佮有邀请5位画师彰显因的手艺。然后小解手画看板的灯丝，佮要带大家来看老高雄戏院的黄金年代。开对个许三武老师开始问，问了后伊就讲，其实佮有差不多7、8个艺术拢伫个高雄也佮伊画。你也是叫因重新来个画图，会使重新打较早迄种看板到处戏院拢有迄种情景，重新过来复原。戏院愈来愈少，为电影看板这个行业也对咧稀微，真侪当初的老艺师拢陆续转图找找新的出路。不过，佮较安怎找，嘛拢是甲画图艺术有关系。今年已经81岁詹清田老师讲，伊15岁学师爷，18岁出师开始趁钱，想到以前的日子，无论艰苦还是快乐，即阵想起来拢存怀念。去你台北去迄阵，打去迄阵吼，爱含人参加出去吊看板啦、落看板啦，半汤西啊个。哦，迄阵较忝。我当时我在当学徒的时候，上好的迄个就是讲哦，看电影免钱，那是最大的福利。我们很多人、很多戏院我们都有认识。这张手画电影看板切起苦，会配合电影节的活动，登到月底。现场除了展示老艺术的作品以外，更有真侪甲以早戏院相关的趣味活动，民众会当做回来感受老高雄的电影黄金年代。记者柯家如柯昭勇、高雄仓报道。来关心今年68年的物理奖得奖人是3个研究量子力学的科学家，表扬因发现电路内底宏观的量子力学，也有能量量子化。一个是英国的克拉克，一个是法国的德沃雷，另外一个是美国的马丁尼斯。今年68年物理奖公布，得主是3位研究粒子力学的科学家。英国一个克拉克，法国一个德沃雷，也个美国的马丁尼斯。 For the discovery of macroscopic quantum mechanical tunneling and energy quantization in an electric circuit.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张立群讲，这3位得主在40年前就捌伫咧共一个研究团队。迄当阵克拉克是教授，德沃雷是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尼斯是研究生。 无想到讲3个人会做伙得到68年奖。克拉克讲，这是人生上大的惊喜。I was sitting there just feeling completely stunned. It had never occurred to me in my entire life that anything like this would ever happen. 特别的是，马丁尼斯甲台湾有淡薄渊源。中研院院长廖俊志讲，马丁尼斯2019年第一遍展示量子电脑的运算能力，已经超越迄当阵上强大的传统电脑，是量子资讯科学重要的里程碑。趁一遍出彩的机会，邀请佢担任中研院量子计划的顾问。That would not otherwise be possible to work ou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I think you wouldn't have an iPhone today. 颁奖典礼12届会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今年奖金的总价1100万瑞典克朗，换算代表差不多3574万，因3个人平分。过来，伫台湾时间初8下昼要公布化学奖。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气候反常，气候变迁，海水的温度有较悬，全世界超过8成的珊瑚拢有面对白化的危机。也毋过呢，最近伫乌拉圭南大西洋的海域有发现规大片看蹦蹦的珊瑚礁，上大的有超过180个标准的卡球场。海底世界一直拢是阁水阁奇妙，但是看到遮侪色水的珊瑚，探勘团队是阁较感动。因为潜水珊瑚已经大规模白化，潜水珊瑚伫乌拉圭附近的大陆边缘保有家己的领地。Worldwide are suffering, but mostly the shallow water ones.
due to coral bleaching that is caused by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37个下国的科学家组成史密特海洋研究主导的探勘团队，沿大陆边经过20多摆的深藏水，对水深200公尺到1.2公里的海域内面，发现真侪酸雾大群，上悬的有40公尺这么悬，上大的伫水深300公尺的所在，而且拢真有精神。Are hosts in symbiotic algae, zooxanthellae, that are expulsed by the coral under stress. But these deep water corals does not have this symbiotic association with this algae, so they are not bleaching because they are in deeper waters. 科学家表示讲，伫海水升温在压力之下，会互潜水酸雾排出强性的糖黄藻，造成体色破病。但是潜水酸雾无得食这种藻类，毋若是活了好好，大陆边边缘的温度楼梯形真明显，会当帮助物种的多样化。We have waters in 0 degrees virtually at 4,000 meters deep, and warmer water i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at 200 meters. You may have 14 degrees Celsius. So we have a very huge gradient of sea water temperature. So we have very different species according to the depth and latitude also. 探勘团队除了采集sample，了解深海酸雾岛的生态以外，还会厘清影响生态的人为因素，尤其是塑胶微粒的危害。公司新闻温凤仪编译。关心天气，含向先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有37度。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